來繼續來看，立法院長韓國瑜日前率領着跨黨派的代表團到歐洲訪問，結果對中政策跨國議會聯盟的共同創辦人吳萬冊講，韓國瑜在訪問英國的期間，拒絕甲這個聯盟的人員來會面。不過立法院駁回講無這代誌哦，講韓院長訪問的期間，是真願意甲任何對咱友善的人士來互動。邱吉爾學家代表英國這個民族，在任何苦難的時候、面臨到挑戰的時候，絕不退縮 ，never surrender。5月中旬，帶跨黨派立委參訪英國的國會立法院長韓國瑜登台致辭時，特別致敬已經過身的英國首相丘吉爾苦建的精神，代表台灣的嚴硬甲堅定，引起大家未少共鳴。也毋過，對中政策跨國會議聯盟 IPAC 的共同創辦人加執行董事裴倫德講，韓國瑜訪問倫敦的期間，要求莫去見 IPAC 的人。也毋過，這真難達成，因為佇台灣真活躍，為台灣發聲的外國國會議員大部分是 IPAC 的成員，伊嘛講 IPAC 歡迎國民黨，也毋過國民黨並無接受。反對中國錯誤詮釋聯大第2758號決議。2014年7月 IPAC 捌佇台北舉辦年度峰會，總統賴清德親身致辭，用行動展現對因的支持。裴倫德講，伊當年前後邀請國民黨有3擺，甚至邀請總統出席前，就先甲國民黨發出邀請，想要到年會開始了後，國民黨講無收到邀請，甚至聽講國民黨有規範禁止講甲 IPAC 成員接觸。國民黨一直很擔心得罪中共，那不願意出席這個可以說是就全球來講，對台灣非常重要的，也非常支持台灣的一個跨黨派國會議員的組織。針對韓國瑜無法度甲 IPAC 成員會面，台灣共同主席范雲表示講真無彩，立法院嘛澄清講強調。院長這擺訪英的行程，攏是依照跨黨派立委團的安排。出訪期間，攏樂意甲任何友我的人士互動，嘛捌佇國會酒會甲真儕 IPAC 國會議員互動。國會議員帶團訪問本是一件外交的好代誌，即馬煞因為敢是調工會被 IPAC 引起風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文。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的 YouTube 頻道。